你而家每個月嘅收入有冇7230蚊？外賣小哥平均月薪7230蚊，你嘅收入又講唔講得上外賣小哥呢？根據各大外賣平台嘅數據顯示，全職騎手每個月出勤22日以上，每日送餐6個鐘以上，平均月薪達到7230蚊。目前全國註冊騎手嘅用戶超過1000萬，其中有745萬人送過外賣，全職送外賣嘅更係有336萬人。今時今日，35歲普通打工仔如果失業去投簡歷，如果你唔係有資源喺手， HR 都唔想回覆你嘅消息。註冊騎手嘅數量激增，唔係副業潮，恐怕係體面工作失手之後嘅最後一條出路。本期我哋講下送外賣係咪失業人群嘅出路？點解人人都喺度送外賣？因為簡單，因為快，因為即刻有錢。唔需要門檻，唔需要背景，一台手機，一台電雞，註冊完就可以上路，過幾日就可以收錢。根據官方數據顯示，全國高頻騎手平均月收入7230蚊，落跑騎手一線城市嘅月薪甚至高達12593蚊。你以為佢哋為咗5蚊搏命送單好失禮？其實佢哋月收入比普通白領仲要高。開住電雞，賺住你哋喺辦公室打卡都冇嘅年終獎，咁樣一對比，邊個活得更加之真實？咁送外賣係咪真係咁好揾呢？只要你努力，唔怕日曬雨淋，收入確實可以。但係嗰份自由，嗰一份所謂嘅高收入，其實係用身體換時間，用時間搏命衝榜。好多人睇到騎手月入破萬就眼紅，但睇唔到佢哋係點樣換翻嚟㗎。日跑12個鐘，風雨無阻，節假日無憂。越係節日就越忙，衝單先有績效，被算法追住跑，系統話你慢你就慢，話你唔合格你就要降級，精神高度緊張，送錯一單遲到一單，等於今日白做。所以送外賣賺嘅唔係容易錢，而係攞命換翻嚟㗎。好多人以為送外賣係一個過渡，捱2個月搵一份朝9晚5嘅工作。現實上，好多人一做就做3-5年，原因好簡單，送得多賺得多，只要你夠搏命，一日賺400蚊冇乜嘢問題。1個月落嚟破萬好輕鬆，但係亦都係因為錢嚟得太快，好多人反而唔願意再從零開始去揾嘢做，送單送耐咗，同社會脫咗節，技能荒廢咗，好難靜心落去學習、成長、轉型。於是我哋睇到一個怪現象，外賣員嘅收入比文員要高，但係永遠上唔到樓。送外賣可以幫你解決短時間嘅問題，但冇可能幫你解決長期焦慮。你可以開住電雞臨時避雨，但唔希望你喺風雨中蕩失路，因為遲早有一日你會意識到，就算你跑得再快，都跑唔過職業瓶頸、年紀紅線、平台算法。而清醒嘅騎手唔係跑得最快嗰個，而係懂得快速思考嗰個。佢哋一邊送外賣一邊學習，有人晚黑學廚藝考證，有人兼職做短視頻，有人研究電商、研究擺攤。你冇可能跑單跑一世，但你可以靠佢撐過瓶頸，撐過低谷，累積咗資本之後，跳上更大嘅平台。小編覺得送外賣唔係退路，係過渡。但呢一個過渡要有下一站先叫有出路。最後送俾大家一句說話，正喺度迷茫奔跑嘅你，雖然你跑得慢，但希望你唔好停喺原地太耐。唔知大家又點睇？下期想睇乜嘢可以留言俾我。本期節目講到呢一度，我哋下期再見啦。